日是公司的尾假，其实今仔日有台语课加载，我即马就足熟手，知影讲会当讲为厝里为外口连线到厝里去录，甲上课至少无法度上课，无法度练习，甲老师请教，回答老师的问题。上少嘛会当讲家录起来，录了，爱家己有挂心，会当找时间来读。我上即个台语的团体班变做上几个老师，当然愈上愈有心得拄开始去上课，听累，因为连上基本的字声拢记袂牢，阁有啥物吞音字尖字根喙吞音连即个台语拢讲无好，即个部位喙齿喙根即马都是喙尖即马都是有愈来愈顺喙。当然嘛是上课上到尾拢是共款的观念，拢无共款老师拢有会提醒。若上到尾就听有就愈上愈感觉以早听无的，即马就听有毋过课嘛袂当上伤济啦，伤济实在是上无落来。今仔日尾个就是甲以早无共款啦，以早不时就会去第一心内较爽，拢会去想讲我要安怎表现我要互人有啥物感觉，我安尼敢好就是无就是讲有较不时到阵的一场。这场你着想讲想要听啥物公司有上秘密的消息上新的消息，八卦啥物人要离职拢是趁听这就是同一场关系较好较温暖较烧热。即马呢，因为较烧热的甲我较好的拢离职我阁无讲足积极去找新的一场人来烧我就变做高鸟的款，而且阁开始用台语拢较爱讲台语，变做讲若以早可能会用华语甲人一句一句嘛是讲爱讲话莫互人感觉讲拢无爱讲话。即马就无就愈来愈讲随缘就袂讲我即马爱讲话我即马爱有啥物表现，就是较袂重讲即马我的表现安怎别人对我印象安怎有较活伫家己的世界希望讲我会愈来愈自在，就是不管如何是爱甲别人应话也则是像我今仔暗今年的表现安尼，拢无啥爱讲话就是若边仔有人，我嘛袂讲去硬去生一寡话来讲，来表达讲我互这人嘛是会去较亲切啦拢袂啦，就讲若无话讲就无讲袂要紧就变做安尼。毋过无论安怎，就是爱自在莫讲安尼做心内阁怨愤怨叹，拢毋免。有可能就是会住遐济年，就较善，就变做讲个性阁无亲像阮翁。阮翁是做爱甲别人去连结毋过若伊就是会去讲有诶无诶想讲爱讲一寡话，甲人有一寡连结我就是较无，我就想讲
新鲜吼，就袂讲安尼凊彩补话找话讲吼，毋过当然看起来就较亲像高鸟，袂讲去找伴。毋过嘛无要紧啊，因为我想讲，这一年透冬嘛是活动，嘛是一年一届，袂讲规年透冬吼，拢是活动拢爱去找伴，其实嘛袂安尼，就是当然今年嘛是讲久吼，毋过以早前有可能顶几年就想讲，哪会拢无着奖，会足气的。会想讲我的意义应该是今仔暗的意义，就是爱有着奖。即马就较袂安尼想，就想讲这是一个过程。有着奖无着奖，其实别人着奖伊会足欢喜，家己无着奖，其实对别人来讲无意义啊。就袂讲就袂讲爱着奖，较用即个有着奖来看我今年买个有意义，敢有意义，较袂安尼。即马就是讲，这嘛无啥，有着奖无着奖，其实差不多就是安尼。即马嘛开始有时阵讲台语嘛是讲袂好势，早前就会想讲，我都学遐久啊，我哪会遐含办？其实会责备家己。即马就看较开，讲袂好势，犹原是讲啊，若对方无反对，真正是看人有的人伊听会落去，有的人吼，你若讲台语，伊甲你变面，有可能毋是讲伊可能嘛是讲台语的人，毋过伊可能伊就不爱听安尼客台语，听甲足艰苦。有的人就较袂去要伊这，讲有的人讲话就互人听甲可能听袂清楚安怎，毋过伊嘛袂去，伊就较包容啦。伊想讲这就是人的自由人嘛毋是挑工的。有的人反应真正就较大袂煞啥物，这真正就是我就尽量讲若拄着较无计较的人安尼就真好。当然嘛有人会计较，这会计较毋是讲伊对你有意见就是有的人伊身本耳孔，较保护伊的耳孔。伊若听着即个讲甲真毋是伊想象的即种台语抑是安怎伊就会去阻挡。真正实在人的，若在人的，我嘛无法度讲，爱逐个人拢听我讲，逐个人拢感觉这做有正面的意义。这就是亲像今仔日买的晚会暗会这个去着奖共款就是大家会关心家己有着奖无。毋过别人上好是莫着家己有机会。其实即个台语嘛共款大家嘛毋是真正关心讲你讲台语安怎，加是好现想讲这有啥物八卦安怎一个人保甜咱一直讲台语安尼，听起来嘛亲像拄练习变做别人惯势就好我就是莫伤过头责备家己就会有时阵早前就会讲哪会我讲甲安尼就是会足侪怨叹家己的一寡心内话。即马就较想好开啦，就是讲其实我若讲会当讲袂好势，我犹原讲其实这是足宝贵的我犹原讲，我就是有一个坚持。
毋过咱即个社会拢是看成果，就讲你讲出来结果敢好吼？安怎伊袂去看你个过程，就亲像逐个咧拢会看讲家己有着奖无吼，拢是看上背后的成果。我嘛是捌受着影响吼，想讲安怎会讲甲安尼吼？安怎会有人就而且嘛听着讲有人开喙就甲别人讲台语足新鲜的。毋过我阁提醒我家己吼，莫甲家己吼，莫甲力量囥伫过路人吼，无时无使就加是同事尔。毋免甲家己的望吼，互伊来互你拍分数。无需要安尼，我就是欢喜学吼，欢喜讲。讲较好甲歹是另外一回事。毋过我就是欢喜讲，坚持讲，而且就是豆豆仔讲。就是上好是拄着一寡袂甲你主动的人吼，真正有即种人，即拢是后话人，你毋免讲甲伊交真足深。毋过伊就是会安尼，就是有时阵你讲一句话有人就爱笑爱笑。有的人可能就足严肃，想讲这人乌白讲话。当然有可能伊若即段时间心起毛真足痒的吼，伊毋可能嘛是安怎？伊嘛是听甲爱笑爱笑，欢头喜面。所以讲有时阵家己讲啥物话，别人有啥物反应吼，毋免伤过头要伊吼。去要伊这其实无效，就亲像讲我若要伊讲为安怎有人袂欣赏我的学台语的精神还是讲我其实捌讲做拍拼认真吼，都毋免去要伊讲用我的立场吼去想代志。别人当然是要伊的是伊家己的代志，所以讲我无需要甲家己的今仔日的心情拢是爱看着别人的面色看着别人的反应安尼，因为人真正都是百款。若讲有的人伊就是较袂计较，对台语嘛较有包容心袂。讲较袂对就讲你哪会爱讲台语你安怎有的人真正会安尼呢。若安尼你就离较远咧，无你就看着伊就莫讲台语。若无讲的人，有可能伊对别人是讲台语，对你是用华语。嘛有可能是讲伊无想要听我讲台语，感觉讲嘛无好听，伊就为着避免听着搁较济台语伊就会惯势用华语安尼甲我讲话。若安尼我嘛无需要讲足气足失望，莫有任何情绪的关系，拢毋免依赖别人这就是有的人反应就是安尼。有的人你讲搁较烂，伊嘛笑笑。袂煞即个台语的教台语的神圣嘛有即种人即种人你就知影讲这人家己加讲台语就算伊有一寡事听无嘛袂安怎就是看较开较自由毋免甲一直烦恼讲别人会安怎看待家己。会安怎批评家己会安怎有诶无诶？无需要去想遐济，因为其实有真侪宝贵诶物件就是这学习诶过程中，而且学习这件代志嘛是足可贵诶。就是讲有诶人想讲我都几岁即摆来学一个语言嘛是互足含慢搁
无比别人进步搁较紧。这拢无要紧啦，真正诶，就是有进步，当然是欢喜。毋过即种欢喜，毋是看别人诶反应。其实我想过头惯势讲，写册若有人有互我应话，有人有看，有人有朋友有试赞就算无看，有试一个赞，我就足安慰。毋过嘛有可能，即个文铺甲足侪工，拢无反应拢毋知影有人看过无。迄个时阵我就黑白想讲是安怎？是即个算法，是安怎？我就是想过头因来，讲爱有一个观众，爱有人爱看，较有意义，就是爱有别人喜意。这拢是家己想要做诶代志，家己做了诶代志迄种有价值无价值，交去别人诶手头。我讲台语嘛是若今仔日有人应我台语，我就欢喜。今仔尾会抽到啥物奖有抽到足欢喜诶。拢共款诶原理就是拢照着这身躯边诶代志欢喜无欢喜，实在是无需要安尼。我即摆就是爱练，练甲讲搁有一项代志我就会听讲啥物人是啥物理啥物助理副总啥物人是副总当然即种比较比较的心，搁有想讲别人拢安尼我啥物拢毋是。即种会互人有的人若较有志气，伊就死头路去别位嘛做一个顶司伊就有拍拼去找，搁拄好找着，运气袂歹。有的人就是无勇气讲脱离原来的即个熟悉的生活公司，毋过伊就会咸心内就足咸的。讲这人嘛无才调拢是靠运气安怎，无生目睭。我拢无需要有即种情绪我若有，这嘛正常。我会使提醒家己，就共款的代志我若讲台语，别人会反应，或者是讲身躯边敢有人讲台语搁有讲即个公司有啥物人做啥物顶司做啥物官，做啥物官，做啥物理做啥物理做啥物总的做啥物长的就开始会这人即摆做啥物官咱拢会用做啥物官来判断一个人伊伫工课场即个有互人看着伊的价值无？咱拢做惯势我嘛爱就是爱理解家己有即种心理毋过即种心理知影讲这是无正常的就袂使共产党用因的这套理论甲伊的国民来洗脑。伊若国民有即种有洗脑过的思想讲即摆共产党若无甲咱管咱会愈惨。我嘛需要去理解理解讲即个社会就是你去台拢即种气氛当即种理路当然会着有影响。所以我嘛会理解讲我有时阵会做软正会想嘛会欣赏讲若讲一个人伊去抽着奖足侪拍声无就是大家甲伊斗喝休叫伊紧着奖我就会欣赏想讲这就是做人成功其实这拢是假就是这拢毋是上要紧的代志。上要紧的代志永远是
家己是要安怎看待家己，家己有法度互家己正安慰。就是我感觉这是重点。亲像讲，无人若无逐个人啦应我台语，毋过就是就是反过来想若我今仔讲华语讲中文，连这有一两个较做人较好心的，会应我台语我若今仔讲中文讲华文是零啦，袂讲这人看你无讲过台语，我阁会应你台语，安尼嘛够奇的。所以讲，我无需要讲，逐个人会晓讲台语的人，拢爱应我台语就是对我的肯定，就是甲我当做台语人，甲我当做家己人，无需要安尼想。我会使想讲，我至少有一个两个，这一个两个足珍惜的。我连台语讲无好势，伊拢会应我台语。即就知影讲，伊伫即方面真正是一个，拄来讲诚好的一个反应。我毋免去看一寡就是反应无好的，也着坚持干那对我讲中文的。伊若是安尼，我着甲因放袂记，嘛毋免去放其他的，拢毋免了时间。就是即款人，你练了时间去怨叹，拢伤过头了时间。有的人就是毋是歹人毋过伊对语言这可能保守伊的耳孔安尼都不要紧，无勉强，莫甲人勉强我就是安尼豆豆想开，豆豆用无共的角度来去想。我若讲拄练台语，台语就讲愈叫有可能我无法度体验一寡代志。我就是因为讲台语讲安尼，有拍拼去练，毋过犹原毋是即种，拄开喙拢足水开的有时阵其实是会卡。我家己嘛有发现讲阁有时阵会讲两三个字就断去，就顿呆。顿呆若讲伫口语内底，爱听你一半，咱哪会顿呆？其实是阁伫咧想一寡事。这嘛是有的人进步诚紧伊的才调伫遮。有的人当然是来豆豆学豆豆练词累积愈积愈济。毋过若讲无即遐济，嘛是会当用拍拼用时间用拍拼，用去找老师加上一寡课，阁有去练练捌台湾文字、台语文字有足侪方式会使互家己进步。毋过毋免去勉强讲去比较讲有的人哪会进步遐紧，我着无看起来着无啥进步。去想这嘛无啥物意义宝贝蛋。